你来
作甚？为张先生名媛教去。你身为名门贵婿，与那张凡秋生爱妻之际，又为他名媛教去。大圣，要说无耻之徒，并非张先生，恰是何人？想当初，有一位风流公子到我家登门提亲，那天晚上与我书房自慰，竟对遗憾。究竟是何人？错了，想不到绿花竟是梦中人，意外相逢心有情啊，恩爱为何介意事情？与那张凡秋生有爱妻之路，双手出征。你我讲，跪下！谢大圣，我的人愿意两相花红针，情意相对图心意，今岁为两情深，若寄上悲，我身有余。
大人与张女爷小姐相约，请大人速速前往。